全球出生率排名2024至2025年全球生育率最低排名以東亞地區為主，澳門、香港、韓國、台灣及新加坡連續多年位居倒數，總和生育率甚至低於 1.0， 遠低於人口替代水平嘅 2.1。相反，全球出生率最高嘅地方則集中喺非洲，如尼日、安哥拉、剛果等國。第一名澳門，第二名香港，第三名南韓，第四名台灣，第五名新加坡。呢啲都差唔多低過1咁上下，呢啲都低生育率趨勢特徵：東亞困境，房價高、教育競爭激烈、工作壓力大，以及傳統家庭結構改變，導致生育率極低。數據差異：出生率每千人新生兒和總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女性子女數反映略有不同，但低生育率地區集中喺發達國家地區。全球最高出生率排名集中喺非洲，尼日爾連續多年居全球之首，生育率達 6.6 至 6.9。安哥拉、剛果民主共和國、馬里乍得呢啲地區多為農業社會，人口結構需要勞動力，社福體系較不完善，養兒防老觀念仍深。出生率下降直接導致勞動力縮減與人口老化，形成生不如死、死亡數多於出生數嘅結構性困境。以香港為例，出生率創新低，2025年約3.1萬人，加上老化導致55歲以下勞動力比例下降，未來面臨嚴重人力不足。為緩解缺工，輸入人才與高才通係主要對策。出生率與勞動力嘅關聯：長期勞動力短缺，生育率持續維持低嘅水平，導致年輕勞動力嘅供應減少，人口結構老化，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數，工作年齡人口佔比下降，撫養比上升，生不如死嘅現象。2021年起，死亡人數高於出生人數，人口增長停滯。應對策略：輸入人才，透過高才通等計劃引入年輕高學歷人口，延遲退休，建議公務員退休年齡延長為65歲，以減緩勞動力下降。生育政策，提供生育津貼以鼓勵生育。我覺得都係人口過多啲。你睇下呢個，譬如好似中國嘅勞動人口，同埋個生活狀況係如何？以我睇過啲片就係住喺一個勁細嘅房，跟住可能8個人一齊住，跟住勁污糟。永遠都覺得，如果你係一個工廠嘅人，你希望自己嘅小朋友係會向上嘅話，有時就你會失望咯。所以呢啲嘢睇得多，自然就唔會想生噶啦。除非你無知，咁但係呢個世代又點會咁無知呢？上咗去嘅人呢，
冇咁容易去分嘢俾你嘅。移民都係啦，你話一靠移民，移民好多問題嘅，佢哋都覺得你奴隸制嘅。因為講香港，如果係各國嘅政策，吸引移民。不過最終我都係覺得你要改善呢啲人權問題，你都係要生少啲嘅啦。你都可以睇到啊，佢哋移咗去，但係未必揾到食嘅，但係有啲係又係走去犯法偷嘢啊，同埋有好多嘅文化上面嘅問題咯。